今日係2025年10月25日，我哋繼續《妙法蓮華經藥草喻品》第5個研習。咁我哋先三稱佛號先。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好啦，我哋繼續睇翻經文啦。嗱，長行提到佢話：毀木叢林及諸藥草，小根、小莖、小枝、小葉，中根、中莖、中枝、中葉，大根、大莖、大枝、大葉，諸樹大小，隨上中下，各有所深。呢個就提到啦，呢個藥草呢個譬如裏邊提到話，當天上邊落雨嘅時候，山上邊嗰啲嘅植物，無論可以係樹木啦，係從一啲嘅灌木啦，因為有啲草都好啦，無論佢嘅根莖枝係大嘅、中嘅、小嘅都好咧，都各隨住佢本身嗰個嘅所需而得到適當嘅水分嘅滋潤。咁相對同呢段長話差唔多繼續就提到啦。山川險谷，丘隧所生，毀木藥草，大小諸樹，百穀苗稼，甘蔗葡萄，與之所潤，無不豐足。乾地普給藥木並茂，就係咧喺呢啲山川山谷裏邊，無論喺嗰啲山谷嘅陰暗處地方度啦，任何地方所生嘅呢啲種種嘅植物，包括草啦、樹啦都好，或者種種嘅穀物，乃至一啲嘅蔗啊、菩提子啊呢啲咁嘅種種嘅東西都好啦，都因為得到呢啲雨水嘅滋潤咧，都各自得到豐足，咁令到呢個本來乾旱嘅地方，因為天雨嘅滋潤，所有草木都能夠茂盛咁生長啦。呢段大概呢個意思。咁喺妙法蓮華經原則對呢度咧就有個説明啦。佢話提到嘅大、中、小三種植物係咩意思咧？譬如病人有其三種，好似一個人生病嘅時候咧，有三種唔同嘅態度，一種或者三種唔同嘅病情啦。一種就係咧一若遇良醫及爾不如，即係無論呢個人嘅病係遇到好醫生，一遇到好醫生都好咧，都唔使擔心嘅，決定可測，一定可以痊愈嘅。即似大草、大嘅植物，即使冇水，佢都能夠繼續生存嘅。二者遇即測，不遇不測，就係咧有啲就係咧遇到好嘅醫生，佢就醫得好；遇唔到好醫生咧，就醫唔翻嘅。此即中草，即係等於一啲比較細棵嘅植物，遇到呢雨水咧，佢就能繼續生長；遇唔到雨水咧，佢就枯萎。三者若遇不遇，定不可測，此即小草。另一種就係咧，無論你遇唔到醫生都好咧，個病人已經冇得救㗎啦，所以即使遇到再好醫生都醫唔翻嘅，就好似小草。即係話呢啲咧，即使再落雨咧，佢已經枯萎咗啦，再俾雨水咧都唔能夠生存㗎啦。呢個就從醫病人個病況嚟視乎大草、中草、小草。喺此三乘中各有品教理行果四而生長者，即三乘包括聲聞啦、緣覺啦、菩薩啦，佢哋都各自根據本身嘅教法，佢嗰個教理、佢嘅修行方法同埋佢嗰個所證嘅果位而去發展，故皆說有根莖枝葉。所以咧，跟呢度所謂嘅小根、小莖、小枝、小葉啊，呢啲咁樣嘅根莖枝葉咧，就係表示，即係再表法就表示教理行果呢四部分啦。所以佢話皆說有根莖枝葉，依教正理，依理起行，依行得果，等於我哋咧依教法而證到經教後邊嗰個義理，從嗰明白義理之後咧，先至能夠懂得正確修行方向。
修行方法正確先能夠證到嗰個嘅無論係聲聞果抑或緣覺果一個佛果菩提啦。如根莖等生次第故，就等於啲水先由根吸收，跟住咧沿住樹徑嗰度一路將啲水帶到上去，分到唔同枝樹枝嗰度嚟到潤澤唔同嘅樹葉咁樣。所以佢就將根莖枝葉就表教你行嗰四部分啦。有依勝劣果行理教，如次配之。咁雖然都係話咧，由根到莖，由莖到葉，嗰啲水係咁樣從根一路收咗上嚟啦，就等於我哋從教明理依理修行，從行正果一樣。不過咧，因為有係劣果嘅，即係咧聲聞果啦，中間嘅就係緣覺果啦，上第一個就係佛果菩提啦，所以就依勝劣果就指呢四方面啦嘅果行理教，即係調翻轉啫。你因為你所證嘅聲聞果，所以你修嘅聲聞行，於是你明嘅係聲聞理，依嘅聲聞嘅教法，即係我行嘅教法。覺得如此配置就係呢個意思啫。嗱，呢有冇問題啊？冇，哦，咁下班咯。跟住長話提到佢話一雲所與，稱其種性而得生長花果敷實。剛才所講啦，一嚿雲嚟到呢個山谷嗰度，落咗一場雨。咁咧呢場雨水落咗落嚟之後咧，佢唔需要話我特登去滋潤某棵植物嘅。總之有雨水，所有植物都得到滋潤，因為咁樣咧就能夠成長，能夠開花結果啦。所以一雲所與，稱其種性而得生長花果敷實。個雲有冇選擇過嘅？唔需要選擇嘅，唔需要話佢俾幾多水潤浸到啲植物嘅。但係因為有雲有水，自然咧啲植物得到生長啦。嗱，對應翻偈頌就話咧，一雨所及，皆得先集，同係一場雨水。唔同嘅植物，無論係小根小嘅、小枝小葉嘅，乃至大根大嘅大枝大葉咧，都因為得到雨水滋潤而變得咧生咗出嚟就比較新鮮潤澤啦。如其體相，性分大小，所潤是一，而各之謀。雖然佢哋有大樹有小草，所謂性相嘅唔同啦，但係咧都係同樣得到雨水滋潤而能夠得到枝茂生長。山川險谷，幽邃所生，偉木藥草，大小諸樹，百谷苗稼，金。呢啲係咪即係前嗰行嚟㗎？睇先啦，唔好意思，我轉頭。係啦，即係呢段嚟嘅啫。係重複咗，應該呢段本嚟後邊嘅。嗱，即係山川嗰啲係呢段嘅，前邊係應該係後邊嗰三句，我理佢啦，三個理。所以呢度咧，佢提到嘅所謂甘蔗葡萄啊，咁百谷苗稼咧，亦都有個補足説明啦。喺《華嚴經科注》提到，佢話百谷乳通甘隨五穀毗五食。喺呢度提到，喺偈頌提到100種穀。咁有時我哋就提到五穀，五穀咧就譬如佛教嘅五乘，五乘即係人乘、天乘、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能生百善也。無論人乘、天乘乃至聲聞緣覺菩薩咧，都係教大家係修種種善，斷種種惡嘅，所以都係能生百善。所以呢個百善就係百穀就譬如百善啦。甘蔗葡萄譬定慧。至於偈頌提到甘蔗同葡萄咧，分別代表定同埋慧。跟住提到乾地普給咧，就咧乾地普給譬未信令信也，即係乾地就未信啦，普給就變咗令信啦，咁嘅意思啦。嗱，當然佢又再補充説明咯。所以呢度解嘅最偈頌嗰幾句啊，與百谷苗稼甘蔗葡萄與之所潤，無不豐足，乾地普給藥草並立，係咩意思咧？咁樣嘅話，所以五穀就係粟、稗、稷、麻、稻、麥啊嘛，五樣嘢為之五穀。穀實也，穀就者比較一啲能夠有所成
食嘅即係你米啊呢啲咁啦。此五成於神，故云也。呢啲都能夠結成一啲咁嘅穀米嘅。又糧者，粟稷之總名。即係咧五穀裏面嘅粟同埋稷咧，有時我哋叫糧嘅。稻者，稟糯之總名。裏邊嘅粟稷麻稻咧，稻就包括嚟稟啊，包括糯咁樣，糯米嘅糯之總名。呢個出翻粟字嗰個點讀啊？我記得唔係讀粟字嘅，嗰時以前樹啊。我記得以前讀國文嗰時係老師講過，呢個唔係有邊讀邊嘅。所以呢種植物就係表示豆嘅意思，唔同嘅豆。我以前講咩百年縮細啊嘛，就係講佢哋就不似識周粟就係底，所以後來你啲都唔識噶嘛。乜此三各有20，即係咧，此三即係邊三種啊？包括係糧、稻，呢個當係粟先啦。粟呢三樣嘢，每樣再分20種，加埋有60種嘅穀。跟住蔬果之神，座穀各有20，蔬菜20種，生果20種，為40。營前60為百穀也。所以百穀其實包括咗咧，有菜、有生果、有稷，有糧、有稻，同埋有粟、白豆粟，呢咁加埋係100樣，為之百穀。廟家者，說文云：草生於田者，為之廟家。所以其實如果呢個跟說文解法咧，就唔係好東西嚟嘅。廟家就係咧喺田裏邊嗰啲雜草，但係喺倉頡篇就話咧，禾之未收者也，就係話咧廟家係指嗰啲未曾結果嗰啲嘅苗，就為之係廟家啦，即係嗰啲穀啊，未結果之前，未生嗰粒之前。咁另外都解法咧就因為有種藥價、檢藥場，即係話咧種嗰時就叫做價，種時就叫做莊稼。咁呢個係一個解法，呢度即係都係解翻緊嗰個解用裏邊百穀廟家嗰4個字。咁另外咧，甘蔗葡萄前面咪提過嘅，可能前面上面提咗啦嘛。甘蔗葡萄被定位啊嘛，點解叫被定位咧？隔離睇到啦，佢甘蔗葡萄者，既云甘蔗則一以表定，因為甘蔗一支果啊嘛，呢表示定。葡萄形多以對位，葡萄一抽好多好多粒啊嘛，咁啊為之表示智慧。佢用呢個譬如去解釋甘蔗葡萄。OK 啊？你想用嗰層葡萄枝嘛？有白啲嘢，用個白嘅。一抽就係。嗱，咁呢就係補充翻佢點解會提到百穀廟家甘蔗葡萄，就係百穀蔗係由五穀所成，各20嘅，就表示我哋嘅5成。咁廟家就指我哋嗰個如果可表示嗰個成長嗰個地方啦，或者成長過程啦。甘蔗葡萄表示我哋喺裏邊係5成修定修為而有成就嘅意思啦。咁簡單啲，佢就係有冇問題啊？冇問題，下一版。好啦，跟住話雖一地所生，一語所潤，而諸草木各有差別啦。呢個啱啱同前一調翻轉。前日咧，雖然有大中細唔同嘅植物，一語所潤都能夠得到茂盛生長，係嘛？即係無論你嘅根基係點樣都好，你只要有一嚿雲嚟到落咗場雨，大家都能夠得到滋潤啦。前面講嘅，而家就掉翻轉咯喎。我話雖一地所生，一語所潤，雖然都係嗰個山谷，同一個山谷，都係嗰嚿雲，都係嗰場雨。咁山谷有冇分別啊？一個山谷啫，個雲係咪同一個雲啊？咁但係
呢嚿雲落咗喺呢個山谷上邊，結果點樣咧？係咪先生出一種植物出嚟咧？唔係，係諸種木各有差別。即係話咧，冇唔因為佢個地係相同而生出嚟咧就冇差別，唔因為與相同而生嚟就冇差別。佢哋都會各因應本身嗰個嘅根性而有唔同出嚟嘅成長。所以喺偈頌都話啦，佢話其雲所出一味之水，與相養嘅草木叢林隨分浸潤，呢啲唔同植物分別都知㗎啦。一切諸樹上中下等，稱其大小，各得生長。所有嘅樹木咧，都因為咁樣得生長啦。根莖枝葉花果光盛，但係生出嚟咧嗰啲根莖枝葉咧，嗰啲花果咧，各有各嗰個特色喺度嘅。好，咁如果呢個跟翻喺《妙法蓮華經》原讚咧，佢個解釋咁喎，佢話不退為前，名為小樹，因為提到有小樹、中樹、大樹嘛，係咪先提過嘅？小根小嘅小枝小嘅小樹，中根中嘅中枝中葉嘅中樹，大根大嘅大枝大葉嘅大樹。咁分別大樹、小樹、中樹表示乜嘢意思咧？另一個解法就係咧。不退為前，名為小樹，即係仲會進退嗰啲咧，就叫小樹。不退為後，名為大樹，能夠去到不退轉啦，就為之大樹。此有二義，咁又對呢度有唔同解法咯。一個解法，我話咧，一雲初地以前，名為小樹，因為不退，七地以前仲會退啦。八地以上，名為大樹，八地嘅不退轉啦，具不退，具四不退故。咁七地係咪真係不退咧？係咪真係會退咧？係有三種不退，一種不退，三種不退，一種退。但係去到八地四種不退，所以去到八地先講咗四種不退。呢個包括咩啊？位不退、念不退、行不退，仲有咩？念不退、位不退，咩？行不退，仲有一個四個不退。位不退就係咧，佢唔會由大乘退翻落小乘。念不退咧就係咧，佢唔會退到菩提心。行不退咧就係一路修行咧唔會退轉嘅。處不退，即係佢所處位置唔退，就所以呢個為之四不退呢四樣嘢啦。處不退、位不退、念不退、行不退。咁八地之前咧，仲有一個會退嘅。八地之後咧，達到真真正正四就係不退啦。咁跟住亦都提到話另一個講法啦。初地以前名下純有漏修故。初七地名中有漏無漏二雜修故，八地以後名常純無漏修故。咁呢個想另一分法就係咧，未登地嘅所修仲係有漏，有漏嘅先咩？仲有機會流落生死，仲有煩惱。地上菩薩咧所修就已經係能夠漸漸係有啲係無漏嘅，所以係幾時？所以就能夠斷一分無明，證一分法身。不過咧，仲會有啲係會種咗啲係有煩惱嘅因，到流生嘅因。去到七地之後咧，就能夠純粹無漏啦。所以佢就分開小樹、中樹、大樹咁樣分啦。二雲初地以前名小樹，初地以上名大樹，定不退故，係咪仲係證不退嘅？原來唔係，仲係證不退。呢個講咗係位不退、念不退、行不退、證不退。所以去到七地之前咧，仲未到證不退；七地之後咧，就有埋證不退啦。之前都已經有係位不退、念不退、行不退嘅啦。所以跟住話大小二樹各有下中上者，十住十行十迴向為小樹三，十順即是初發心住禪。咁所以呢度就佢另一個分法就係咧，呢個
大樹有上中下品，小樹有上中下品。何謂上中下品咧？就等於十住、十行、十回向，就分別代表咗小樹嘅上中下品。呢啲都係咩？未登地嘅菩薩分開。十住屬於小樹嘅下品，十行屬於小樹嘅中品，十回向屬於小樹嘅上品。咁咧十回向點咧？我十回向屬於初發心住時，仲未歸去樹嗰度，仲未一棵樹嚟嘅。大樹三者，初二三地名下，相同世間故；四五六地名中，方同出世故；七八九十地名上，超過世間而成道故。所以呢度佢點解話大樹小樹各有上中下咧？未登地嘅叫小樹，已登地嘅叫大樹。而未登地嘅咧，又分開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信咧只係話仲未係一棵樹，十住係小樹嘅小嘅小樹，十行咧就中嘅小樹，十回向就大嘅小樹。跟住咧初地、二地、三地就屬於小嘅大樹，四地、五地、六地咧就小嘅中嘅大樹，八地、九地、十、七八九十咧就屬於大嘅大樹，佢咁樣分。OK， 啱啱先我講啦，即係佢將十信就未有棵樹啦，十住就係小樹，十行都係小樹，十回向都係小樹，但係小樹分咧上中下啦。上嘅就係十回向啦，中嘅十行啦，下嘅十住咯。呢度係未登地嘅，跟住登地咧又變咗登地大樹啦。大樹又分開上中下三品，咁嘅分法咧就係咧一二三地屬於下品，四五六地屬於中品，七八九十地屬於上品，咁樣分。因為十除三分唔準噶嘛，所以三四咁樣分咯，就咁樣。當然其實我成日都提嘅，凡係呢啲注疏去解經文嘅話咧，佢自然其實就得噶啦，你可以有其他睇法都得嘅。乃至有時你睇翻其他注疏，未必用呢個方法解。因為如果佢真係咁解，應該經文裏邊自然寫埋出嚟嘅。小樹就等於十住，大樹等於十地咁，佢冇提咧，嗰啲只係後人嘗試將呢個比喻代翻入去菩薩三行嗰度，睇下邊個解法能夠自圓其說嘅，佢用嗰方法嘅啫。冇問題啊？冇問題。其實我講話點解用樹去比喻咧？因為佢而家係用咗個比喻就係咧，個山谷裏邊有種咗植物，有草、有灌木、有樹。咁當然啦，草啊、灌木咪等於人天成嗰啲咯。咁我哋講五乘佛法啊嘛，先係咪睇過五穀所生啊嘛？八穀就其實係五穀為十，就變成八穀噶嘛。即係所以五乘裏邊有人成有天成，就係嗰啲草啊、灌木嗰啲未成樹嘅，跟住去到聲聞緣覺菩薩嗰啲就可以視為樹啦。乃至佢有一個簡單就係咧，嗰啲灌木就屬於聲聞緣覺，菩薩咧就算係樹，凡夫菩薩就小樹，地上菩薩係個大樹，嚟咁樣分法。所以你點分都得㗎，基本上你能夠前後能夠連自圓其說，而你抽證唔到你，咁你就可以咁樣解啦。都覺得抽證到嗰啲就會俾時間淘汰咗㗎啦。冇問題，冇問題。即係佢就其實嗱，記住啱啱解釋咗，呢個只係妙法嚟講喺圓贊嗰位大德嘅一個解法嚟嘅啫。可能呢另一個注上係完全唔解法都唔同嘅。係啦，係其中一個分法，其他分法，佢都提佢有唔同分法噶嘛。例如我話此有二義，咪就有一個唔同解法咯。到底係以退唔退轉為分大小樹啊？以係大小樹定分大小樹咧？因為以係地前地後為大小樹咧，佢可以唔同解法噶嘛。明啦，OK，下吧。迦葉當知如來亦復如是出現於世，
如大雲起，以大音聲，普遍世界。天人阿修羅，如彼大雲，遍覆3000大千國土，於大眾中而唱是言。咁佢就係咧，剛才呢個藥草如呢個譬喻講，就話喺一個山林裏邊有唔同嘅植物，而當一個雲嚟到嘅時候咧，佢落咗場面啫，呢啲唔同植物咧都覺得滋潤，而呢啲植物滋潤之後咧，成長嘅亦都係各種唔同嘅植物，唔會話因為一語所覆出嚟嘅植物係相同嘅。所以呢就話啦，當知如來亦復如是出現世間，如大雲起，就等於佛陀出現世間啦，就等於嗰個雲。以大音聲，普遍世間天人阿修羅，就等於嗰個雲嚟到咧就覆蓋住整個山谷啦。咁於是佢就落雨咧，就等於呢佛陀説話，等於呢嚿雲落雨咧，就滋潤整個山個植物咁樣啦。所以喺繼續就話啦，佛亦如是出現於世，譬如大雲普覆一切。同頭先講一樣咧，就話雲佛陀出世等於嚿譬如嚿雲啦。既出於世，為諸眾生分別演説諸法之神。於是佛陀出現世間，就為眾生説種種法，就等於嚿雲嚟到就會落雨啦。大善世尊於諸天人一切眾中而宣示。於是咧，佛陀就喺同啲天人啊宣説咗種以下嘅呢啲咁樣嘅法啦，咁樣呢度講呢樣啦，冇問題啊？呢條冇乜頭緒，呢個冇補充説明啦。等我。好，跟住經文提到，就係咧到底講咗咩咧？嗱，根據偈頌咧就佢講咗話：我是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即係佛嘅十號啦。如果喺偈頌簡單啲啦，佢話我為如來兩足之尊，就等於嗰度講十號啦。咁佢出現世為乜事咧？佢話我出現世間係為咗未道者令道，未解者令解，未安者令安，未涅槃者令得涅槃。嗱，呢四句即係乜嘢啊？即係《妙法蓮華經》序文所講嘅開示悟入佛嘅知見，未解者令解就係開佛知見，未安者令安就係示佛知見，未道者令道就係開佛知見，未解者令解就係示佛知見，未安者令安就係悟佛知見，未涅槃者令得涅槃就係入佛知見。所以呢四個等於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今世後世如實知之，令到今世嘅眾生乃至將來眾生咧，都能夠如實咁樣知道呢個世間嘅真實相。我是一切知者、一切見者、知道者、開導者、宣導者。就係咧，我即係指佛陀啦，佢係能夠知一切法，能夠見世間種種相，能夠知呢個佛世間嗰個運作嘅原理，能夠開示説明呢個世間嗰個嘅運作嘅原理嘅。汝等天人阿修羅眾皆應到此為聽法故。因為咁樣，你哋應該嚟，大家都聚集埋一齊嚟到了解呢個世間嘅真相。我將會我要説俾大家聽嘅呢個世間嘅真相啦。咁喺偈仲話咯，我為如來兩足之尊，即係剛才講，即係等於什麼啦？出於世間猶如大雲，充潤一切福報眾生。我嚟到就係要讓呢啲聞唔到佛法嘅、唔懂得修行嘅、唔懂得如來出嚟三果道嘅眾生，讓我哋得到呢個佛法嘅滋潤，皆令離苦得安穩樂，令到啲眾生都能夠離苦得樂。嗱，當然離苦嘅可以離三果道苦，離生死輪迴苦，係嘛？咁而得安穩樂就係咧，所得嘅唔係指一般身外嘅快樂，
而係只能夠得到安穩身心嗰種嘅安樂。世間之樂及涅槃樂，不過咧，因為眾生根基唔同啊，有啲係讓佢得到世間之樂，離開三惡道啦，暫時離開苦惱啦；而有啲根基比較好咧，就讓佢得到涅槃之樂，包括漸咗聲聞涅槃啦、緣覺涅槃啦、乃至無上涅槃啦。好啦，呢度喺《佛法經科注》亦都補充出嚟，佢話從春潤一切有一半啊半啊，春潤一切咪即係解脫方面第三項咯，春潤一切苦果眾生嗰度咯，啊睇到啊，係講咩咧？其實呢幾句原來係講緊四弘誓願，就咁睇真係睇唔出，原來呢幾句講四弘誓願。咁於是佢就解釋啦，點解話呢四句表達四弘誓願咧？佢話充潤一切苦果眾生者，即是眾生無邊誓願度。因為你見到眾生得唔到水物滋養，於是你就要讓佛法之水去滋養佢啦。呢個就苦果眾生念一次，皆令離苦嗰個意思啦。所以呢個就係咧，充潤一切苦果眾生就係眾生無邊誓願度。好啦，皆令離苦者係咪提噶嘛？充潤一切苦果眾生就皆令離苦啊嘛，就係話咧表示皆令離因果之苦，此即煩惱無盡誓願斷也。因為你要讓眾生離苦嘅話咧，唔係單單讓佢暫時遠離嗰個嘅苦嗰步，咁樣唔得夠嘅。始終你暫時讓佢離苦咧，個因未消嘅話咧，佢個果都受嘅。不過推遲咗係嘛？咁你唯有點樣先令到佢真真正正能夠離苦咧？就係讓佢唔好再做新嘅苦嘅因。苦嘅因啊，從惑而苦啊嘛，從惑起業而得到苦嘅，所以如果佢唔起有漏惑，佢就唔會做有漏業，唔做有漏業咧就唔會流轉生死，所以嗰個先至係真真正能夠讓眾生離苦嘅方法。所以呢度就話咧，所以皆令離苦就係指煩惱無盡誓斷，讓佢斷咗令佢造業嗰個因，斷咗種種見思煩惱，咁就唔會再做侵損眾生嘅業啦，就唔會再流轉，就可以未必要流轉生死啦。咁跟住咧，佢提到噶嘛，得安穩樂，世間之樂者，即法門無量誓願樂。所以呢個樂包括兩種，一種安穩樂就係指涅槃之樂啊嘛，一種咧就係指世間嘅離苦之樂。所以呢度就係咧法門無量誓願樂，因為我哋學法門唔係單單學出世間法。要學埋世間法，有時我哋講嘛，菩薩當從五明中求，五明除咗內明，其他就係世間法嚟噶嘛。點解要有世間法啊？咁你先至能夠讓眾生喺世間得到安樂。如果你樣樣都唔通唔懂，淨係懂佛法嘅話咧，有冇用啊？作為治療嘅，你作為度眾生咧，就有時用唔着啦。我經常都解釋過，如果眾生當時遇到困難嘅時候，個困難未解決，你同我講佛法，我有冇興趣聽？眾生喺病苦之中嘅時候，你唔能夠解決病苦，佢講法有冇幫忙到人？眾生遇到種種困難、種種問題嘅時候咧，你去做嘅第一件事唔係同佢講佛法，而係讓佢能夠解決到佢當前嗰個困難。佢個困難解決咗啦，佢就有嗰個閒住嘅心。去聽明佛法，亦都因為係你幫佢解決個困難嘅話咧，你講嘅時候就個數量強咗啦。嗱，所以點解菩薩要從五明中求？點解呢度提到咧？法門無量誓願包括安穩，包括世間安穩，就指奈何啦，讓你如何能夠證安樂果，證辟支佛果，如何證無上佛果啦。世間樂就係咧，如何讓佢能夠解脫目前嘅困境，解除佢來生嘅困境，呢啲就係屬於世間之樂。所以呢個就係第三個樂，法門無量誓願樂咯。好啦，跟住上面㗎嘛，及涅槃樂，及涅槃樂者，即佛道無上誓願成，因為證涅槃就等於成佛啊嘛，所以成佛等於證涅槃。所以呢度夾埋嘅充潤一切苦果世間，唔係充潤一切苦果眾生。皆令離苦得安穩樂，世間之樂及涅槃樂咧，呢
一狂貫咧就係表示四弘誓願，充潤一切苦果眾生嚟，眾生無邊誓願度。皆令離苦就係煩惱無盡誓願斷，得安穩樂世間之樂咧就係法無無量誓學，因為你唔懂得你冇辦法讓眾生得到安穩樂，得唔到世間樂。呢及呢個樂就係佛道無所誓願成，因為咧能夠成佛先至得到真真正正嘅無住涅槃或者叫大般涅槃啊。所以呢度套翻落去就得四弘誓願。所以我哋都睇到好得意嘅，喺長行講嘅咧就係四弘誓願。喺偈頌講四弘誓願，喺長行講咧呢個四個就等於係開示入佛嘅知見。當然你話咁我可唔可以解咗四弘誓願咧？你都可以咁解嘅。如果咁咪點解咧？未到者令到呢個上邊個啊？對啦，眾生無邊誓願度，未解者令解咧？睇你將個解字點樣解啦。如果當在解除束縛，咁就變咗煩惱無盡誓願點？解除煩惱嘅束縛。但係如果你將佢解做咧，就係你對佛法嘅認知了解咧，呢個就變咗一個法無無量誓學啦。因為你懂得法門先能夠幫人解釋噶嘛。未安者令安，亦都係呢個係安係指咩咧？係指讓佢得到安心咧，呢個就係法無無量誓學。因為你有個法門幫助佢，佢就能安心，唔會再生煩惱啦。即係唔俾其他嘅問題啦。如果你個安係指能夠令佢得到安樂嘅話咧，就變咗係煩惱無盡誓願斷啦。你斷煩惱先安樂嘛。所以呢兩個可以調翻轉解嘅。你將佢未解者令解，解咗煩惱無盡誓願斷；未安者令安係法無上學就得。將解咗未解者令解就係法無上學，未安者令安就係煩惱無盡誓願斷都得。視乎你將解字同安字係將佢解做咩意思嘅啫。未涅槃者得涅槃就好明啦，涅槃就係成佛道啦。所以嗰就係指佛道無上成。所以呢四句你可以將解做四弘誓願嘅，唔係四弘誓願，係解做開示入佛嘅知見又得，將解做四弘誓願又得。咁如果後面咧解做嗰四句咧，根據呢位嘅著作大德咧，就將解做四弘誓願啦。所以佢都另外提到啦，因為喺解頌裏面提到乜有世間之樂，有涅槃之樂噶嘛，所以話咧五乘含有世間之樂，皆令得於第一之樂，即係話咧我佛陀所講啊嘛，要讓眾生第一就係得到五乘之樂，因為個世間樂得五乘樂啊嘛，世間樂包括得到聲聞緣覺天人聲聞緣覺菩薩五乘嘅安樂咧，都係世間之樂。如果能夠讓佢正入涅槃就係第一之樂，究竟涅槃呢就咁樣解釋咯。有冇問題啊？好，下一個咯。於是無數千萬億種眾生來至佛所而聽法。咁即係咧，當時佛陀説種種法嘅時候咧，就好多唔同嘅眾生知道佛陀要説法咧，於是就嚟到聞法啦。咁如果喺解頌者咧，諸天人眾一心禪定，皆應到此僅無上尊。嗱，兩者有少少分別嘅。喺長行咧就已經係佛陀嘅開示完咗，跟住佛陀講完之後咧，就好多天人就知道佛陀嗰個心意咧，就於是大家一傳十，十傳百咁樣嚟到聚集埋嚟到聽佛開示啦。而喺偈頌咧，就呢段仲係佛陀説嘅，佛陀講完之後咧就話咧，既然係咁咧，呢諸天人眾咧就應該嚟到聽聞佛法啦。兩個解法，一個就係咧已經知道有呢件事，呢聚集嚟；一個咧就係咧呼籲大家嚟聽。因為點解咧？嗱，當然呢段係因為我哋睇過雙引號個位置，前面嗰段佢雙引號就去到
汝等天人阿修羅道皆應聽法呢段啊嘛，即係等於頭先嗰部分，即係諸天人等一心禪定，皆應到此緊無說法。咁呢度後面就講到咧就係，於是大家就聽到佛陀呼籲就嚟說法啦。好啦，再睇落路。如來於是觀視眾生諸根利鈍，精進懈怠，隨其所堪而為說法，種種無量皆令歡喜，快得善利。嗱，既然佛陀呼籲咗大家應該嚟聽法，大眾亦都聽到佛陀呼籲，大家就嚟到聽法啦。咁佛陀會點咧？佢就話：如來於是當大眾聚集咧，佢就會用佛陀嗰個嘅神通啦，去觀察與會大眾嗰個根基，喺到選離根定頓根咧，精進懈怠，到底屬於比較勤力嘅比較係懈怠一啲咧，或者係比較係急進嘅，或者比較係能夠慢慢咁樣去做事情嘅咧咁樣。隨其所堪而為說法，視乎佢能夠承受幾多佛法，就同我幾多佛法，針對佢哋生根基。種種無量皆令歡喜，快得善利。於是呢啲唔同嘅眾生咧，無論利根鈍根嘅、勤力嘅、懶惰嘅，能夠嗰個學習能力強嘅、弱得多咧，都因為佛陀說法而得到快喜充滿啦，得到嗰個佛法嘅利益啦。嗱，當然呢度有樣要睇到幾得意嘅，我哋之前有講緊咩啊？一云所覆，一語所潤啊嘛。但係而家有提到咧係隨其所堪而為說法，就好似啲語上有分別嘅咯，係嘛？遇到棵草落少啲雨落，如果棵草落多啲雨咁喎。嗱，呢度我哋暫時按下先，再睇下到底問題喺邊度。我哋睇翻偈仲提到啦，好啦，我為世尊，無能及者。即係咧，我係世出世間最尊貴、最令到一切眾生所尊重嘅一個覺者，無能及者。我所覺嘅程度咧，係冇其他人能夠企及，乃至唔能夠超越嘅。嗱，當然啦，呢個無能及係指一般嘅眾生，包括即使十地菩薩嗰個都未達到佛嗰個程度嘅，所以佢就係無能及者，更加唔可能超越嘅。嗰個我再三解釋過啦。如果有能及者，有能超越咗呢個仲未成佛，因為佢唔係做到無上，所以佢只係話咧，其他嘅人唔能夠超越佢。當然啦，咁樣同佢平起平坐嘅咧，有其他嘅佛，他方諸佛，因為佛佛道同，每尊佛所證係冇差別嘅，唔會有高低之分嘅。不過因為如果從一個佛土只一尊佛嚟講咧，喺呢個佛土裏邊咧就冇另一個眾生係超越佢啦，因為一個佛土只係一個眾生。乃至有時我哋話唔係喎，唔係有觀世音菩薩過去正法明如來啊，有種種嘅菩薩善都係過去諸佛善嘅咧。嗱，嗰啲既然係善咧，佢哋嚟到呢度，佢都自動當自己係一個菩薩咁樣去輔助釋迦牟尼佛啫，所以佢唔會刻意同釋迦牟尼佛做個比較，話你高啲我高啲啊咁，所以都係無能及者嘅。所以我為世尊安穩眾生，故現於世。雖然我係所證所覺係冇人能夠企入嘅，但係我會唔會唔同眾生接觸咧？唔會，因為我為咗要利益眾生，要讓眾生能夠得到身心安穩，唔需要彷徨。於是咧，我就會喺世間出現啦。出現做乜啦？為大眾説甘露淨法，就係説一啲嘅佛法，能夠讓眾生得到實益嘅佛法。嗱，甘露一般嚟講就講天上嘅甘露水，不死之水啊。但係呢度即都係指一啲嘅能夠令到滋潤我哋心田嘅，讓我哋能夠生起善念嘅，能夠向我佛法嘅呢啲咁嘅佛法嘅滋潤。其法一味解脫涅槃。嗱，但係我講幾多嘢咧？講一樣嘢嘅，就係如何讓眾生得到解脫，如何眾生能夠離開生死進入涅槃。以一妙音演唱詩言，所講嘅係一味，就係
解脫涅槃所説嘅表達方法咧，都係以一秒音啫嚟到表達呢個思義，即係我哋前邊講啊嘛，教理行講啊嘛，即係個理係一嘅，就係解脫涅槃，個教得一味嘅，以一秒音。咁你就變咗好得意啦，即係咧佛陀唔會針對眾生説唔同嘅法，只係都係一音説法。常以大乘而作因緣，經常勸大眾能夠發大乘菩提心。我觀一切眾皆平等，因為喺我眼中眾生都係平等嘅，無有彼此爭愛憎之心。所以既然大家平等咧，就冇所謂嘅冤親啦，冇冤親就冇愛憎啦。我無貪住，亦無限愛，我亦都唔起貪求，但亦都唔會咧刻意咁樣去咧去阻礙自己，即係唔會有所保留嘅説法都行為一切平等説法，為一切眾生都係説呢個咁嘅一味嘅平等嘅教法。嗱，咁剛才提過啦，前面提過就係咩？隨其所堪而為説法，係嘛？長行嗰度話，即係咧睇咗你嗰個嘅能力，能夠接受幾多，我就同你講咩法。但呢度就講咧，行為一切平等説法，咁啊似乎咧，我唔理咩人，總之我都係説一種法。啊，兩者之間點樣去平衡翻佢咧？我哋睇翻繼續啦。喺《法華經》入所提到，佢話隨其堪能，咩叫隨其堪能咧？即是稱會機宜。會針對呢個眾生嗰個根基，邊啲教法適合佢嘅最理想嘅，無增減之失，所以唔會話教得太多，教得太少。何謂增減之失咧？你所教嘅係不及佢嗰個應付能力嘅，佢仲有餘力能夠學得更加進步，因為你冇教佢，因為咁樣學唔到嘅減咯，增嘅。佢根本個程度未到，你夾硬去教佢嘅，佢聽唔明咯，咁樣叫爭咯。其實呢個好有時見到噶嘛，有時啲朋友啊聽完一啲嘅佛經禮一次開始之後咧，你其實一頭霧水嘅，咁點解？因為有增減啦。佢啦，佢就亦都舉咗啦。佢話如人機受以十善為增，例如一個人佢只適合能夠修人成佛法，來生做翻個人嘅，咁你就同我講十善業喎，咁十善有咩問題啊？因為修十善業生邊度啊？生天噶嘛，五戒就冇人生十善生天噶嘛。佢因為佢個根基只係來生能夠做翻人嘅話，佢嘅能力都只能夠前五戒，你就夾硬要同我講十善業，咁啊俾多咗啦，如果佢做起上嚟就辛苦咗啦。調翻轉，天機受以五戒為減，明明呢個人個根基來生能夠升到天上邊嘅，只要你教佢十善咧，佢可能修善修得好圓滿，將來能夠升到天上邊，無論欲界、天色界、天無色界天啦。咁但係你就淨係教佢五戒，淨係教佢消極嘅，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加埋不飲酒。嗱，咁呢個人佢只係消極咁樣唔再做業，有冇積極咁樣去將法運開啊？冇做到。本來呢個人個根基咧，佢係可以行十善嘅，但係你淨係教佢五戒，佢變咗做唔足呢，為之減啦。咁所以你會睇到就係咧，兩者之間就係話，本來佢可以學多啲、做多啲、成就多啲嘅，因為你冇教俾佢，佢浪費咗時間。呢個就為之減。本來佢能力只係去到嗰度，你夾硬俾多啲嘢要求佢，讓佢做嘅話，佢能力不及。或者佢種種原因佢做得唔理想嘅時候，咁佢咪變咗有壓力，或者佢唔起生唔起歡喜心唔去做，所以咧就係爭論。所以呢度佢舉例咧，以人天成做比較，人成眾生，你觀眾係人機嘅來，只能夠修五戒嘅，你就教佢五戒咯。如果一個人係天嘅根基嘅，能夠修十善，能夠來生離開欲界，生到色界無色界天嘅。你就應該係教佢十善咯，生天之業咯。咁但係如果你咁樣做咧，就叫做無增減之失。如果掉翻轉嚟有增減之失，嗱跟住佢講咯，其實唔單止人成天成嘅，佢話乃至菩薩輾轉相望，即係咧五乘之中唔單止人成天成咁樣。如果一個人佢本身係
能夠有出離心嘅，能夠接安樂我嘅，你就教佢修十善，修到天上未就算啦。呢個屬於減咯，因為佢本來有能力去修37道品噶嘛，你唔教佢修，或者一個人佢只能夠修十善嘅啫，十善都勉強人應付嘅，先至有個興趣去修嘅。你又要佢修37道品，佢就覺得呢啲好似同佢唔相關，或者唔懂得點樣去做，咁呢咪佢爭咯。佢未做到嘅，你夾硬要去做，呢個就佢爭。佢能力有餘，你唔教多啲，咪就屬於教。咁呢個就係聲聞嘅問題。明明一個人能夠，如果修37道品就能夠接安樂我噶啦，你唔教就教十善，佢結果都係生死流轉。明明呢個人佢仲未有出離心嘅，佢仲覺得世間不可厭惡嘅，你夾硬同佢講出離心，講37道品，佢唔相應。你翻嚟教佢十善，讓佢點樣去莊嚴佢嗰個來生嗰個嘅環境咧，反而仲相應啲。咁如果你有嗰個先觀察，知道眾生佢係天成嘅，唔係聲聞成嘅，你就唔好調翻轉嚟教。呢個先至叫無增減啦。再進一步啦，就係話聲聞對象就係緣覺嘛。聲聞人明四聖諦嘅道理，明習世間苦，於是生出嚟心夠啦。再多啲佢聽唔明嘅，你又要同佢成日同佢講原理法，叫佢觀十二因緣，佢始終佢唔知搞唔知個關係啊，冇從入手。當然我哋好似睇好簡單咁啦，講真，如果你真係觀嘅話，都唔係咁樣觀嘅，聽就要聽嘅啫。咁啊變咗佢叫佢喺禪修之中觀十二因緣，佢都唔知點觀。你淨係叫佢觀苦集滅道，咁佢容易掌握喎。咁於是呢個人咧亦都叫爭啦，因為佢未能夠應付十二因緣。掉翻轉一個係利根嘅小乘人，你淨係教佢苦集滅道咧，佢覺得好似有啲地方仲可以做多啲嘅，佢就唔能夠自己觀緣起嘅問題啦，唔能夠從花開花落之中能夠體驗到煩惱嘅來源啦。咁呢個咪叫減咯。所以呢個亦都係再去上去就係菩薩啦。本來呢個人能夠發個菩提心嘅，能夠唔急於出嚟生死嘅，能夠可以慢慢成就三阿僧祇劫嗰個菩提路嘅，你就因為佢話你快啲離開三界啦，你出嚟生死好啦咁係咪少一個人能夠成就菩薩成為佛啊？呢咪減咯。咁又話轉嚟有啲人好急於出嚟生死嘅，你夾硬要三阿僧祇劫菩薩道咪唔相應咯，咁咪佢爭咯。於是者從人成、天成、聲聞成、緣覺成、凡夫菩薩到地上菩薩，都係一步一步咁樣，都係叫做乜？輾轉相望增減嘅嘢，每一個程度都有增減。總之你唔能夠了解呢個眾生嗰個根基性欲，而俾咗一個唔適合方法咧，唔係增就減噶啦。如果你所讓佢能夠掌握嘅啱啱適合佢個根係適合個程度先有興趣嘅話，呢個就叫做無增減之身。好啦，跟住呢個係指佛陀本身有呢個能力，讓眾生吸到好處。但係其實佛陀係咪真係有咁樣做嘅教法嘅？好實講，佛陀冇咁多時間做個教。如果佢咁多眾生個個都根基上唔同嘅話，佛陀要花幾多腦筋去逐個去調整啊？佛陀其實一個教法啫，就係一以無養，所以乃至菩薩輾轉相望增減亦然歡喜得利，各因為聞到法而得到個利益，即是各蒙法語，普皆沾潤，一時受益故也。所以無論佢本身屬於人成、天成、聲聞成、緣覺成、地上凡夫菩薩成、地上菩薩成都好咧，都能夠因為佛陀嗰個説法而得到嗰個嘅喺佛法方面嘅利益，呢就為之一時受益啦。所以由呢度睇咧，就話咧，即係如果單單睇個法入所咧，有感覺咩啊？係話眾生無論係咩根基度咧，都會説翻同佢相應法，呢個為之平等説法，冇增冇減，或者平等説法。
嗱，呢個角度係咁樣睇嘅。OK 啊，即係你係人成嘅根器，我跟住我嗰個天眼通嘅觀察，你呢一生以人成嘅修為最能成就嘅，就教你人成佛法。如果以佛陀天眼明一觀，呢個屬於天成嘅人，就同我講天成嘅法。如是者，咁呢個叫做平等說法咧，咁樣去理解佢。調翻轉就係咧，因為佢只能夠受人成法，你就教人成法；能夠受天成法就受天成法，能夠成阿羅法就教阿羅法。如是者乃至能夠成就一佛成法，教一成佛法。呢個咧就叫做隨其所恰而為說法。但兩者之間咁樣睇咧，其實冇衝突，因為都係平等地根據眾生本身能夠得到最大利益嘅法，就同佢説呢啲法。所以喺《妙法蓮華經論優波提社》提到啦，佢話諸佛如來平等說法，唔單釋迦牟尼佛，所有佛都係平等說法，隨眾生善根種子生芽故。點解話平等咧？因為所有嘅眾生聞佛法聲咧，都能夠利用菩提種子，能夠得到成長，個善根再得到成長。呢個就係所謂平等說法。唔會話咧，我同呢個廣州咧，呢個人嗰個菩提心退咗嘅，同嗰個人咧可能就由大變小嘅，唔係呢問題啦。呢個係平等說法。咁所以呢度中間我哋會睇到咧，兩者之間有好似有通有時唔通咁樣。所通就係咧，對眾生嚟講，每個我哋係根據佢嗰個狀況俾最好嘅東西佢，俾最好嘅東西佢。唔通嘅地方就係，咁到底佛陀説法係説一法定係説無量法咧？咁當然啦，如果我從翻藥蟲品就知道，其實只係佛陀説一法啫。佛以因而説法，眾生隨量覺得假啫。等於就係咧，舊雲落雨落嚟嘅時候咧，舊雲唔會分別到底係應該落咩幾大與細雨，但係眾生會各隨所需。所以有時我哋話佛法有化而成教噶嘛，頓靜秘密不定，呢兩種化而成教就係咧，有啲眾生佢係聞頓法，有啲眾生係聞漸法，有啲眾生咧聞嘅法係不定嘅，可能有覺得係頓，覺得漸嘅，有啲眾生咧所聞係秘密法，即係咧其他人唔知佢到底係頓教定係漸教嘅。其實嗰就係因為眾生根基唔同，同一佛陀以同一時説法而眾生理解可分別。咁所以你係平等定唔平等咧？同眾生都得到大使係平等，同眾生都聞到所聞嘅法係平等，同佛陀説法係啱説法係平等。咁呢個地方就喺呢度，有冇問題啊？OK 啊？再睇落啦喎，冇問題。是諸眾生聞是法已，現世安穩，後生善處，以道受樂，亦得聞法。既聞法已，漸離障礙，於諸法中任力所能，漸得入道。所以呢啲唔同根基性族嘅眾生，聞到佛陀一音説法咧，都能夠覺得其所。追求現世利益嘅，得到現世安穩；追求來世利益嘅，能到來生到善趣，唔生惡趣。能夠希望得到出世間利益嘅咧，以道受樂，根據佢所追修行嘅，無論係小乘道、中乘道、大乘道，聲聞緣覺菩薩咧，都覺得到嗰個嘅法樂。亦得聞法，亦都聞到佢所相應嘅法。既聞法已，離諸障礙，因為呢個法係對佢嚟講係適用嘅，所以於是咧，因為咁樣就能夠離開佢當時所遇到嘅呢啲修行嘅障礙。於諸法中任力所能，漸得入道。於是咧，慢慢真能夠取向個菩提道啦。
喺繼續話啦，如為一人眾多亦然嗱，佛陀剛才如果從一個人嚟講，呢個人屬於人成嘅，就算人成法；屬於天人屬天成法；屬於聲聞乘算聲聞法，所以我哋話，所以我哋係講實法。嗱，呢個人覺得佛陀咁樣説法，呢個係佢覺得啫。其實佛陀説法冇分別，眾多亦然，就算唔同嘅人，佢哋同時問説話咧，都覺得佛陀係針對佢説法同佢相應。常演説法，曾無他事，佛陀就主係不斷咁樣咧去説法度眾生，呢、個就係佛陀嗰個願力所成就，等於救人嚟當做一樣嘢嘅啫，做乜？落雨咯，滋潤山谷裏邊嘅種種嘅植物咯。去來坐立，終不避厭，所以佛陀無論任何時候咧，都係利益眾生嘅，充足世間如雨哺潤，令到世間一切眾生都能夠得到法理嘅充滿，就好似呢嚿雲落嘅雨，令到所有嘅植物，無論係小草大草、小樹大樹，都能夠得到佢所需嘅水分，得到滋潤。歸戰上下持戒毀戒，威儀具足及不具足。掉翻轉從人嚟講，無論呢個人佢本身係因為有福報而令到佢生喺尊貴嘅家，過去生冇失福報，你生喺賤民家庭、貧賤家庭都好，或者屬於社會上流社會、屬於係低層社會嘅人都好咧，都能夠得到呢個佛法滋潤。無論呢個人佢本身個習性係能夠好嚴謹咁持戒嘅，或者好懶散、經常犯戒嘅都好，佛陀都用佛法令佢得到利益。無論呢個人本身個相貌好莊嚴啦，或者相貌唔莊嚴啦，或者平時行為舉止係好嚴謹啦，或者好唔嚴謹嘅好啦，無論呢啲任何人都好，都能夠得到佛法嘅利益。有冇睇啊？好簡單咗。如彼大雲，雨於一切偉木叢林及諸藥草，就等於呢嚿雲落雨落落去，無論雨水淋到係大樹、灌木、一啲嘅草都，如其種性具足蒙潤，覺得生長，呢啲植物都各能夠得到所需嘅水分嚟到得到滋潤，能夠得到成長。咁即係頭先講啦，頭先提咗，無論係莊嚴唔莊嚴啦，亦都提到正見邪見、利根鈍根，無論眾生個見解係有正知見嘅，抑或係有偏差嘅，無論好能夠好容易理解佛法嘅，抑或咧係要真係叫做咩？捉住個手嚟到教都好啦，嗰啲鈍根嘅，或者好似啲聲聞咁樣，你講幾多佢明幾多嘅，你唔講佢明幾多。等語法語都係平等咁樣嚟到讓佢聞到法，而冇秘訣，唔會話哎呀，我淨係教啲理根㗎啦，淨係教啲正面㗎啦，淨係教莊嚴㗎啦，咁樣唔會有分別心。總共眾生都能教法而唔生盡啲，唔會生起呢個懈怠心，唔生起病倦心。一切眾生聞我法者，隨力所受，住於諸地。所以一切眾生聞咗佛法之後咧，都能夠得到實益，能夠安住佢嗰個嘅位置之中。有問題啊？如來說法一相一味，所以佛陀說法，剛才講過啦。其實佛陀說法係針對眾生說唔同嘅法咧，因為係一味說法咧，其實佛陀說法一味嘅啫。佛以一音演說法，不過係眾生隨類覺得解嘅啫。所以佛陀所說法一相一味，所謂解脫相、離相、滅相。嗱，究竟至於一切種智，因而令到眾生能夠最終達到一切種智，即係成佛嘅境界。其有眾生聞如來法，若持讀誦，如説修行所得功德，不自覺知。所以就但係呢啲眾生聞咗佛陀説法之後咧，
只要跟住佛陀嗰個教法去理解、去修行，所得到嗰個功德咧，佢自己不知不覺就能夠得到其中功德㗎啦。嗱咁呢度嗱隔離嗰度咧，因為冇計數啊，所以我就直接用咗個解釋擺喺隔離。根據《法華經》以上就話啦，色無為將門有三，即係咧其實前面解脫相、離相、滅相就有所證嗰個情況。好啦，為解脫相，此句證明因果盡處兩種無為，就係咧，當你能夠修行證到得解脫嘅時候咧，呢種就係為諸解脫相，就係咧因果所成就嘅無為之法。跟住離相滅相咩事咧？佢話離相名因盡，滅相離名果亡。所以離相就指咩？能夠離一切嘅有漏因，滅相就能夠證入呢一個嘅無係果之中。然之後咧，因相就離開繼續生死煩惱，果相咧就唔好再流轉生死啦，或者滅相啦。跟住佢話長下睇乜？究竟至於一切種子咩意思咧？究竟至於一切種者，悉有為果將也。因為有時我哋睇嘢咧都要一下用否定去解釋咧，有時我哋一頭霧水噶嘛。所以另外加翻咧，就係從正面嚟講，就係咧佢能夠證到一切種子，即係能夠得到佛果菩提，呢個就係有為方面。從有嘅角度嚟講，就係咧佛陀説法，令眾生能夠成就無上正等正覺，成就一切種子。從負面嚟講咧，就係咧佛陀説法，令眾生能夠得到無為，得到解脫，能夠離一切嘅有漏因，滅一切嘅有漏果，就係咁樣睇啦。或者講離就離生死，滅咧就進入嗰個寂滅涅槃裏邊。明唔明啊？一切種子係咪即係佛子？佛子咯，係咯，係咪？即係佛子咯，成就佛子啊嘛。仲睇落，因為係嘛？有時我哋講三種智噶嘛，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啊嘛。其中道種一切種智就係指佛嗰種中道嘅智慧。好啦，跟住亦都呢度係只有長行冇繼續嘅。點解咧？點解會呢幾段冇咗個繼續咧？之前提過嘅，因為藥草品同前邊嘅信解品唔同。信解品真係好明顯，一段長一段繼續，好清楚對得到嘅。但係去到呢個藥草品咧，有啲地方就長行有發揮，繼續咧好簡單；有啲就係長行好簡單，繼續有發揮嘅。而家呢幾段咧就係咧。長行講得比較詳細，繼續係冇提到嘅，所以咧變咗呢度就只係得個長行。後面亦都有一部分咧就係咧繼續冇詳細嘅，長行反而冇提到嘅，兩者之間就有少少嘅差距喺度。所以我當初我初時都諗住，信解品咁容易，長行繼續一段對一段，諗住呢個分一對落，原來唔係喎，原來藥草品咧佢有啲係孤起重多咗嘅，唔係全部從眾嚟嘅，因為信解品主要從眾啊嘛，將長行重新講一次，不用繼續啫，所以一定喺度。但係咧喺藥草品咧有啲孤起嘅，係長行冇提，係繼續先提嘅，補充翻長行冇説嘅地方嘅。兩品係嗰個俾人識有少少分別喺度。好啦，唔好理佢啦，我哋去翻呢度。呢度長行提到佢話，唯有如來知此眾生總相體性，即係咧只有佛陀先至能夠知道。呢一個當機嘅眾生，佢嗰個嘅總相體性，佢屬於邊一種嘅生人啦？佢本身現嘅咩相啦？佢本身嗰個根基啦呢方面。所以我哋講一開始講十如是啊嘛，
咩性相體力作因緣果報，咁啊究竟等咯就係呢啲地方啦。性相體力呢方面，只有佛陀先能夠知道眾生呢啲情況，包括咩咧？念何時、思何時、修何時，包括呢個眾生佢諗緊嘅係乜嘢？佢思考嘅係咩？佢修嘅係乜嘢？云何念？云何思？云何修？佢點解咁樣諗？點解咁樣思考？點解咁樣修？以何法念？以何法思？以何法修？到底佢應係用邊一啲嘅東西嚟到憶念？邊來嚟思考？邊啲同學法嚟到修？以何法得何法？因為佢修咩法而得到咩法？咁呢10樣嘢啦，係咪？包括念何時、思何時、修何時、云何念、云何思、云何修、以何法念、以何法思、以何修，同埋以何法得何法10樣嘢。但係10樣裏面其實分咗3組嘅，一組就係何時，唔係一種係咯何時啦，第二種就係云何啦，第三咧云何以何法啦，係嘛？你睇第一個就係何時嘛，念何時、思何時、修何時，念思修。第二個就係云何念、云何思、云何修都係念思修，跟住以何法念、以何法思、以何修都係念思修，係嘛？聽唔聽到啊？嗱，你睇頭3個念何時、思何時、修何時嘛，相同何時，不著念思修呢個。跟住啦，云何念、云何思、云何修得啦，3個都云何，不過一念呢個思一修都念個思修。後面就以何法念、以何法思、以何法修，都係以何法，跟住係念思修。咁呢個其實講緊乜嘢咧？喺《法華經義記》提到啦，咁話明知眾生根性所需法者，即係表明顯明佛陀能夠知道眾生嗰個根基性慾係需要以咩法嚟到利益佢。大論眾生心慾不出三昧，好咧，整體嚟講，眾生嗰個心思嗰個所用咧不出3種位嘅啫。邊3種位啊？係啦，就聞思修啦。聞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所以念何時就係指聞嗰方面，思就係思考嗰面，修就係修行嗰方面。所以你叫聞念思修就即係聞思修。好嘅。好啦，佢故舉3位以明所需之法不同，就中自有4階。呢類實面都分咗4樣嘢，除咗頭先嗰9個最尾一隻以何法修得何法係第4個層次咯。初念就係第一個咧，就係念何時、思何時、修何時，頭3句證明所需境界不同，入道各異，就係咧因為唔同嘅眾生，佢嗰個根基性慾令佢咧需要從能夠證咩境界，於是咧佢入道嘅方法就有唔同啦。到底佢所聞嘅應該聞咩法？佢會思考啲乜？最後應該修咩法而能夠得成就？每個眾生可能唔同。第二，云何念、云何思、云何修，此3句由眾生現在方法不同。云何以就喺度啦，即係話咧，點解呢眾生會咁樣去聞法、去理解法？佢到底佢而家思考緊嘅佛法係乜嘢？佢所修嘅係修嘅程度係乜嘢？所謂呢個咧就係由眾生現在方法不同人理解眾生各而家嗰個情況。第3，以何法念、以何法思、以何法修，此3句明現在行過去因不同也。明白到點解佢而家會咁樣去聞思修，因為佢過去嗰個嘅根基性就不同，所以令到佢而家咧就係如是嚟到聞思修佛法啦。咁頭先仲話佢哋9個啦，咁第4個啦，以何法得何法，此2句明現在行加未來果亦不定。若好作聞時，以何法念得何法，以何法思何法，以何法修何法，但文句雖略，
嗰堆人。佢呢度只係提到咧就係咧，而家佢修咩法，將來得到咩法？咁呢個以學法得學法咧，根據法華經義上話啦，你亦都將佢拆翻開，變成咧以學法施得學，唔係應該以學法練得學法，以學法施得學法，以學法修得學法，咁樣去拆開3個都得嘅。不過就係因為佢方便通常10句咧，所以第10句就只係以學法得學法。你亦都將佢用翻練施修套翻落去，即係文施修套翻落去。因為我哋講緊3位啊嘛，文所成為，思所成為，修所成為，就套咗兩隻。所以如果咁樣睇咧，其實呢10句就指呢3樣嘢啫。OK， 咁啊，容易理解啲哦。講埋清楚啦。即係你講緊眾生嗰個智慧，包括文所成為、思所成為、修成為，包括佢而家佢係文緊咩、思緊咩、修緊咩，佢點解咁樣文？點解咁樣思？點解咁樣修？而佢係因為乜嘢？用咩方法嚟到去文，嚟到去思，嚟到修？再者，佢咁樣文思修能夠將來得到咩成就？以學法得學法，呢就係呢10句所講嘅東西。好啦，跟住話眾生住於種種之地，唯有如來如實見之，明了無礙。個眾生因為根基善用不同，所以大家所念、所思、所修各個不同。我哋一般凡夫睇唔通、睇唔透，即使菩薩未必睇得通、睇得透，唯有如來即係佛啦，先能夠如實咁樣睇通、睇透每一個人嗰個嘅念思修嗰個層次，而能夠讓佢得到適當嗰個教法，令到能而佛陀因為能夠明了無礙咁知道每個眾生嗰個嘅念思修嘅程度咧，先能夠如實讓佢得到一切唔同嘅法律。呢個問題啊，下一句咯。如彼葦木叢林、諸藥草等，而不自知上中下乘。佢話咧，佛陀能夠如實知道一切眾生嗰個嘅念思修，但係眾生自己知唔知咧？知。大樹知唔知嘢大樹啊？小草知唔知嘢小草？都唔知。佢只係知道咧，得到如上之人就得到我哋生長啫。咁喺呢度咧，長我就得呢個，但係繼續拆得比較詳細啲啦。佢話或處人天、轉輪聖王、釋梵諸王，即係天界眾生、人界眾生，或處人天啊嘛，生喺人間，生喺天上邊。人間之中有福報嘅轉輪聖王，或者一般嘅眾生；天上邊嘅成為護法嘅忉利天主、釋提桓因，大色界嘅大梵天王，以前天個天主，或者其他諸王咧。諸王咧唔係指人間諸王，唔係指xuất散王，係指唔同天嘅天王。例如四天王天有四大天王啦，忉利天有釋提桓因啦，咁夜摩天有夜摩天王啦。兜率天嘅天王啦，如是者諸天王係指天界眾生。呢啲無論係人間嘅天上嘅眾生，人間嘅人王、天上嘅天王多咧，就等於呢譬如裏邊嘅是小藥草。嗱，呢個就經文本身講嘅就係，就小藥草係指呢啲眾生啦，人天乘嘅眾生。知無漏法，能得涅槃，喜樂神通及得三明。如果有啲眾生佢本身已經能夠修離世間法，能夠唔再流落世間嘅，因為無漏法啫，唔係做啲流落人天乘嘅善法啦嘛，而係無漏善法嘅，能得涅槃，因為佢能夠修無漏善法，能夠令到將來證到無餘涅槃嘅。未證涅槃之前，能夠修得成就三明六通，即係種神通啦。而平時點修行咧？獨處山林，常行禪定，平時都係咧，中意喺深山裏邊自己修行、打坐修行嘅。得緣覺淨，是中藥草，
最終因為咁樣能夠證到聲聞緣覺咧，呢屬中有草。嗱，當然你話睇到佢只係講緊係緣覺證啫喎。咁你話聲聞緣覺咧，因為我哋對比翻噶嘛，小有草就係人天成嘅，中有草就係緣覺。咁聲聞喺邊度咧？對翻經文，經文提到呢啲中有草咧係知無漏法能得涅槃嘅，聲聞人同樣係知無漏法能得涅槃噶嘛。所以呢個繼續講緣覺，其實係包括咗聲聞緣覺，包括阿羅漢，包括辟支佛。再者啦，好啊，求世尊處，我當作佛，希望能夠追尋佛法，能夠見到世尊者佛陀嘅，亦都覺得自己都係追求能夠成就佛道嘅，行精進定是上藥草，所以咧能夠好精進修行、修禪定啊，修種種嘅佛法，呢啲咧就屬於上種嘅草，所以呢度就係小、中、大分別就係咧人天成、聲聞緣覺即係小乘，同埋菩薩佛呢個屬於大成就，就係小藥草、中藥草、上藥草啦。好 OK 啊？又諸佛子專心佛道，常行慈悲，自知作佛，決定無疑，是微小說。咁再分咯喎，呢啲嘅能夠專心佛道嗰啲咧，能夠自己知道自己一定能夠成佛嘅，好肯定嘅，呢啲就叫做小說。安住神通，轉不退輪，度無量億百千眾生，如是菩薩，名為大說。唔單止自知作佛，仲真係已經係遊戲神通，度緊眾生，呢就係大說。嗱，其實呢樣變咗又睇到兩樣嘢啦。剛才係咪已經提到話咧？求世尊處，我當作佛，行精進行是上有草嘅，呢個叫講菩薩噶啦嘛。咁你後邊又講話小說大說咧？呢就等於前邊上有草就係咧喺第一阿僧祇劫嘅菩薩，佢知道自己我當作佛啫，佢敢唔敢自稱已經作佛？唔知，唔能夠自知作佛，不過覺得自己我係向佛道邁進，我一定將來能夠當作佛，但唔敢宣稱已經作佛。去到第二小說咧，自知作佛，我咁樣宣稱，唔係我已經知道自己能夠作佛，但係咧佢而家未宣稱住嘅。去到大說咧就唔單知道，仲敢宣稱作佛嘅，呢個咪三阿僧祇嘅情況啊嘛。第一阿僧祇嘅唔肯定已經能夠成佛嘅，但係佢個方向成功。第二個階段咧，知道自己能夠成佛，不過仲未敢向我宣稱或者能夠成佛嘅。去到第三阿僧祇咧，已經夠膽有呢個嘅無畏宣稱自己一定能夠成佛嘅，就係呢個嘅上有草、小說、大說。所以由呢個夾埋咧就係小有草、中有草、上有草、小說、大說，就分別人天成嘅就係小有草，聲聞緣覺小乘就中有草。呢啲係未圓滿第一阿僧祇劫修行嘅菩薩，即係所謂嘅凡夫菩薩，就屬於係上有草，已經係登地啦，但係未完全不退轉嘅，即係初地到七地呢啲菩薩咧就屬於小說，八地至十地呢啲就屬於大說。從呢度佢咁樣分呢叫做所謂三草二木。有問題啊？冇問題，再睇多版。如來知是一相一味之法，所謂呢度咪頭先睇咗啊？睇咗啦，唔同㗎，點解頭先咁似嘅？頭先前邊就係咁講嘅，呢度啊嘛。如來說法啊，呢個如來說法，呢個就如來知是一相一味之法，所謂解脫相、離相、滅相。
究竟涅槃常寂滅相，終歸於空。即係咧，佛陀知道呢啲嘅究竟解脫之嗰個實相，無論包括係因果兩方面嘅，都能夠清楚嘅。睇講因就嚟生死輪嘛，果就係能夠證嗰個寂滅涅槃啊嘛，能夠最終究竟都能夠證入呢個常寂嘅涅槃之中嘅，最後都能夠證入呢個嘅空性嘅境界嘅。佛之是以觀眾生心欲而掌護之，佢自己能夠證入呢空性，而佢咧亦都根據眾生嗰個根基上，而咧為咗護持佢呢個嘅菩提心，護持呢個修行嘅心，是故不即為説一切種子。雖然佢自己佔到一切種子，佢唔會直接講一切種子，即係唔會直接講嗰個圓中道理，唔會直接講嗰個究竟空相嘅道理，而會用種種方面去説法。個情況等於咩咧？等於佛平等説如一味語，隨眾生性所受不同。所以佛陀雖然説法一味嘅，一相一味嘅，但係會根據眾生嗰個情況，根據佢本身為咗護持眾生咧而説唔同嘅法。如彼草木所秉各異，所以就等於唔同嘅草木，三草二木各嗰個品性唔同，而得到唔同嘅滋潤。所以對於一棵草嚟講，每日水多嗰層咧就浸埋佢嘅；對於一棵樹嚟講，唔會水少翻嚟佢咧唔能夠生長嘅。一語所潤，草得到水唔會太多，樹唔會得到過少嘅水。但係都係一語所潤。如是迦葉佛所説法，譬如大雲以一味語潤於人法，各得成就。所以佛陀説法就好似呢嚿雲咁樣啦。雖然同一嚿雲同一味語，但係咧呢啲聞法説法眾生咧，各都得到佢所恰當嘅雨水，而能夠得到成就，各得到證入佢當時所能夠證嘅境界裏邊，包括離開三惡道啦，生到人天啦，離開生死輪迴啦，證入聲聞緣覺啦，證入阿羅漢辟支佛啦，乃至能夠喺菩提道上邊得到唔同嘅成就啦，呢啲就係覺得成就。好啦，佢都有冇問題啊？冇。咁咧，好似呢版就講完啦。唔係仲有兩個，仲有一版之外嘅快咗啲，講埋呢版就可以啦。啱啱好咁就今日就講完咗呢個第五品啦。咁如果咁咧，下個星期講第六品啦。接住講落啦。汝等迦葉甚為稀有，能知如來隨而説法，能信能受，所以阻學。諸佛世尊隨而説法，難解難知。佢話咧，所以呢度因為迦葉佢哋先講咗嗰個係信解品噶嘛，講咗嗰個長者嚟到一冇咁利益，即係一路引導個小朋友，最終從一個隨訓嘅一個下情工作，最後能夠掌管成個家台，都係一步一步引誘佢哋。嗰陣咧，迦葉尊者佢哋個譬如咧，就説明佢哋能夠知道佛陀個心意係引導眾生，讓佢哋能夠一步一步咁能夠信解佛法，一步一步咁知道自己咧皆當作法。呢個咧，其實一般人咧未必能夠了解得到嘅，因為大眾都有佛法三成噶嘛，係嘛？但係當之前信解品迦葉尊者佢哋幾個佛陀嘅弟子説咗呢個咁嘅信解品嗰個譬如嘅時候咧，佛陀就知道佢哋能夠了解到佛陀嘅心意啦，所以話咧佢哋能夠知道諸佛世尊隨法呢個咁嘅心咧係難解難知。正如我哋未學妙法蓮華經之前，大家都以為佛法係五成噶嘛，乃至覺得有啲人只能夠做阿羅漢嘅，唔會成佛嘅，係嘛？但係從妙法蓮華經度就知道眾生皆當作佛，唯有一佛成無二無三。而之前信解品嗰個譬喻咧，嗱記住信解品嗰個譬喻咧唔係佛説嘅，
係佛嘅弟子説法，即係將佢哋所體會用呢個比喻嚟講俾佛陀聽。我明白理解佛陀嘅心意，就係咧，我哋就等於呢個離開咗呢個長者50年嘅一個遊子，當遇翻個父親嘅時候，因為我唔敢承擔，唔敢承擔原來家業，於是咧，如果呢個時候要相認嘅話咧，我係驚嘅，亦都冇咁嘅能力去承擔。於是呢個長者就用種方便啊嘛，首先揾一啲上文唔栽用嘅人去到個平里嗰度接呢個小朋友翻嚟，話有份好下賤工作俾佢做，讓佢除糞。我覺得呢啲我能力做得到，亦都唔驚啦。於是先至接受咗，跟住再佢又自己亦都着呢啲負責糞掃嘅呢啲下人嘅衣服嚟到親近小朋友，一步一步咁引導佢，最後佢能夠咧，對於成間屋個庫房裏邊所出入咧，都能夠療住着，先至呢個時候啦，覺得佢都個心量已經大咗啦，堪受完啦家業啦，就請咗國王啊，所有親戚嚟到啊，其實呢個係我生產咗50年嘅仔，而家咧我年紀大啦，我就將完啦家業交俾佢啦咁。呢個就係所謂家小之後做譬如佛陀，因為咁回應翻呢個藥取與品質啦。你哋真係好難得能夠知道佛陀嘅心意，其實係唯有一佛乘，唔係五乘法係一個方便説嚟嘅啫，西為一個方便説嚟啫。其實大家最終皆當作佛，我哋最終都要荷擔原來家業能夠成就我哋呢個人，所以佢就係咧，我呢個心意咧，好多人未必知道。如果知道佢唔會唔使幫手啦，係咪？就因為呢個遊子嗰陣失效，我唔知啊嘛，所以呢個長者一步一步引導佢由一個最下賤工作做到最掌管整個家業嘅工作啊嘛。所以嗱，佛陀隨意説法，隨意就隨住呢個小朋友嗰當時個心量嗰個能力，而一步步去教導佢。呢點咧，個小朋友唔知嘅，難解難知嘅，唯有佛陀自己好清楚。而家呢幾位佛陀嘅弟子能夠用個譬如講得出嚟咧，所以就讚賞佢哋啦。所以喺咧，譬如嗰個偈頌都話啦，迦葉當知，以諸因緣種種譬如開示佛道，是我方便。所以我用三乘法，用種種嘅方便引導呢個小朋友去慢慢承擔原來家業，係我嘅方便。但唔單止咁做，諸佛亦然，其他諸佛都係用方法嚟到引導眾生。所以唔單止釋迦牟尼佛係説三乘法，其他諸佛都有説三乘法嘅。不過雖然有説三乘法，但係最終都係無二無三，唯有一乘法。最終我哋讓眾生都能夠成佛嘅啫。我今日汝等説最實事，所以我而家要講最真實嘅啦，就係話咧，諸聲聞眾皆非滅道。唔好以為入咗無餘涅槃就從此就出嚟生死，能夠得到滅道。其實嗰個唔係真正滅道嚟，嗰個只係化成嚟嘅啫嘛。汝等所行是菩薩道，其實你哋以為收緊聲聞乘，淨係培養出嚟生離有三法，其實唔係啊，嗰啲都係菩薩道嘅根基，都係讓你成就菩薩嘅一啲嘅方便嚟嘅。漸漸修學，適當成佛。所以你哋過去所修嘅呢啲四聖諦啊、十一樣呢講咁嘅出離法咧，係冇浪費到嘅，都能夠跟住一步咁回向安達咧，最終適當成佛。呢個係亦都再一次佛陀好直接講就係咧，聲聞眾最終都係成佛。其實我用一句已經係受嘅所有聲聞眾都成佛，不過後來當然佢要逐個再受記唔同嘅聲聞眾啦。呢度就睇到，亦都再顯示翻妙法論所講嘅無二無三嗰個道理，亦都講明聲聞即係化成嘅道理，亦都呢度説明咗出嚟啦。冇問題。所以去到呢度咧，亦都嗰個藥取與品就圓滿咗啦。咁我哋就有冇問題？冇問題就會下啦。好，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